國際上要緊繼續來關心中東的戰事是也未收煞，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，這菲律賓是正式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，要授權政府採購石油產品監督分配，這也是全世界頭一個安尼宣布的國家。透早5點，53歲的吉普尼司機奧里尼安已經佇馬尼拉街仔頭爬來爬去，一直到暗時8點才下班。伊一天上班15點鐘，薪水煞愈來愈少。吉普尼是菲律賓真普遍的運輸工具，外形親像家常的軍用紙巴車，大多數攏是食柴油。Dati kasi nung hindi pa siya ganun kataas yung diesel. Nakapaglalagay kami ng diesel mga maghapon hanggang gabi na yun, 900. So ngayon, umabot na siya ng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臨時宣布進入國家能源緊急狀態，表示政府已經成立委員會，負責監督燃料、食品、藥品甲其他必需品的分配，也授權政府直接買燃料甲石油產品，保障供應。加油站排甲落長，駕駛這段期間，看到油價數字直直咧增加，心肝真痛。Ayaw din sana namin mangyari yung ganun. Kasi nga, iniisip din namin yung mga pasahero eh. Nung una, diyan kami nakita sa mga pasahero. 菲律賓有98%的石油對波斯灣進口，自2月底中東衝突以來，柴油價格1公升100披索，差不多是台票53塊以上。而是迄天汽油、柴油價格擱再壓懸，比戰爭開始進前已經起超過2倍。因應着中東的局勢，菲律賓政府已經提供補貼給運輸駕駛，減少渡輪的營運，而且實施公務人員1禮拜上班4天，減少燃料的使用。菲律賓的國家能源緊急狀態後期有一冬，除非小馬可仕延長也是解除。也若燃油的欠缺也已經衝擊到航空運輸，民航機真有可能必須要停飛。菲律賓上大的屬價航空索姆太平洋航空就已經宣布4月開始會陸續調整甲裁減國際航班甲航線。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。